来看宜兰的苏澳11月11做大水，虽然政府有补助，也毋过一寡店家却无法度申请。有的是无法度来证明讲有住伫饮水的楼层，有的是用租的，厝主若无同意，嘛无法度领。店家今仔早起嘛去苏澳公所来申请，公所是讲中央有提供店家补助，佮有贷款的补贴，也毋过哦，经验拢无济，实在是无够，因会过来向中央反映。苏澳店头的番仔大声喊，希望会当活落去，因为即个11月11的水灾，互真侪小店面咧做生意，就算有住伫遐的番仔，到当也是无法度申请补助，损失敢若会当家己吸收。我这70万我要去哪里拿？借又借不到，你要去贷款又一大堆。陈小姐咧卖早顿，伊讲店面若要恢复营业，至少就要70万。不过目前无收入，敢若希望补助赶紧倒来。嘛有部分的店头店面是衰的。申请补助就要甲厝头家协商签切结书，协商若无成，共款也无补助。你如果遇到好的房东的话，他会给你；如果你遇到不好，我拿走就好了啊。因为我们他也没损失到什么，他只有房子被淹而已。受灾的店头甲申请书交互镇公所，希望政府会当赶紧斗3工。即个水灾苏澳水是应该上吃力的，伫中山路的店头真济，差不多规条路拢受灾，损失有到100万甚至上千万不等。苏澳镇公所表示，中央20已经发布针对店头补助的方案，敢若提供店头生财器具受损1万块的补助，还佫有利息的补贴。公所认为讲这些补助根本就无够，已经甲中央反映。所以我们会把这一次大家陈情的，会再给县府，再给中央。我认为上好管路嘛要有啦。公所表示，已经有真侪店头按算要结束营业，离开苏澳。官府甲中央若唔赶紧提供补助的方案，苏澳人口流失的问题会愈严重。希望会当赶紧针对店头提供更较侪协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